好久不见。师姐确实好久不见。你我之间的恩怨与旁人无关，请你放了小七。规矩由我来定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们俩都得死！小七，小七，怎么是你？小七呢？将死之身，还惦记着别人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谁？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怎么又是你？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啊！我好心英雄救美，怎么也得谢我一声。好啊，这地上躺着一个如花似玉的郡主，拿去用吧，不客气。调皮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已经在这等了很久了？就等到这个时候，好让我跟你道谢。一声怎么够啊？我要的更多呢。我懒得跟你说，我赶着救人。哎，若是我帮你找到人，能给你讨个人情吗？小七，小七怎么样？他没事，待会儿我把绳子砍断，你那边会坠下来，我来接应你。好。别碰我！你这小身板还挺沉的。小七，小七，表姐，我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多亏这个，我帮你摘了。等等，为什么？蛇昆灵已经和他的生命休戚与共，你现在拿走，他会死。那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你带小七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那你呢？走啊！你别死啊！你放心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走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不要！战梅爷，蛇昆灵要怎么取下来？怎么样？多亏你给他说了功力，命是保住了。功力？你帮我护法，我来取蛇昆灵。好。
小七，小七，表姐，小七，谢谢。他被蛇昆灵寒气所伤，还需我凝气疗伤，助其恢复。小七，先麻烦你照顾一下。嗯，你小心。我马上就回来。我还以为你无所不能呢，看来你还是需要我的帮忙。是啊，没你我真的不行。我问你，那日在奴斗场，为何故意让我刺你一剑？不那么做，你会消停吗？你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。可大家只记得你行侠仗义。这些树叶已经成精了，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。这些东西没有血肉，也没有章法，寻常的功法伤不了他们。成功了！这次难对付了。走，快！快！是你，如若不是他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怎么回事？这么担心我？我只是不希望你死在别人手里。皇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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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命攸关的时候，这些人都不见了，现在倒是统统都跑过来。既然如此，小七跟佘昆凌我已经找到了，其他事情交给你了，我走了。你做戏要做全套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找谁跟我打戏去？